一般民居住宅，每幅牆都有入牆電掣插蘇，天花板均裝有煙霧感應器及自動花灑。第一批嘅家具送到嚟，全部係叫做系統櫃，木製，為新居量度尺寸而製造。小橋流水，古舊拱形建築物，進步空間，松樹，閒得攰，三五知己閒坐聊天。台灣一般社區，綠化園林，非常普及。一路上見到嘅設施，全部都可以供任何人使用，即係話全部都係屬於公共空間，開放給公眾使用。只係喺台灣嚟講，人口密度低，冇人會走過隔離屋用人哋嘅設施啫。屋苑裏邊嘅園林景色，其實亦都係公共空間嘅一部分。屋苑內自設洗衣房，多部洗衣機供選擇，寵物專用、地氈專用、住戶專用。可惜今日設備壞咗，俾30蚊可以洗45分鐘。除咗洗衫之外，可以洗鞋。洗完仲可以嚟乾衣機乾衣。陽光不足嘅天氣就要靠佢幫手啦。4個10蚊，唔使港幣10蚊，就可以乾衣45分鐘，梗係最勁啦！搞掂，洗乾淨。如果唔要嘅話，就送咗俾人啦。棄置廢物，抌垃圾嘅垃圾房，有音樂聽，啲垃圾仲有冷氣嘆。
絕對唔會臭氣熏天。撳個掣就開門，堆肥都可以，又係撳個掣開門。其他可回收再用，分門別類。保持空氣流通，風扇係唔可以冇嘅。抌完垃圾俾你洗手，仲送埋梘液，最頂癮嘅抹手指都俾埋你。喺台灣，除咗母親節有禮物之外，父親節都有餅乾禮盒送俾我哋呢啲爸爸。不過台灣嘅父親節係8月8號，係喺地震帶。我哋住嘅社區即係住宅區，就要靠佢嚟幫我哋守護住地震嘅災害，減少我哋嘅損失。